大家是觉得我长得比较像 IU 这样。最近他们说我长得蛮像那个韩国的秀智。Hello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 Ariel。因为很多人都会说，哦，你们舞者这样子跳舞啊，或啦啦队这样一场活动这样子，好像蛮光鲜亮丽，然后好像蛮好赚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我们背后付出的时间跟人力成本什么的，其实也都蛮多的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担任啦啦队。在跳舞之前的话，我是做跟跳舞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就是我是学国乐的。对。那时候转换跑道有犹豫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上大学了，然后就会想说要学一点不一样领域的事情，然后就看到就是热舞社有在招生，然后看到学长姐跳舞很帅、很性感这样，然后想要学看看。那你学舞的经历大概有多长？从大学18岁这样开始算，也差不多有8、9年。学舞有没有让你特别挫折啊？有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肢体很不协调。跳舞是要运用全身的，就是你的手脚要非常协调，然后你身体的律动，然后还要去听节拍。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手跟脚还有头，就是都是分开的，就是四肢跟身体是分开的。所以那时候学舞的时候，也会被学长姐觉得说，怎么会有勇气加入热舞社这样子？有没有被学长姐讲什么话是蛮难过的？有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长得比较普通，然后没有说到很会打扮自己，然后学长姐就会说，哦，长这样，然后还就是来参加热舞社，是真的觉得自己跳得很好吗？就是被否定到底。当时会不会有比较那种编舞的时候会被放到边边角角的？会，真的会，就是可能很多人跳得很好，会被放在中间或者是 C 位，但是我们的话就可能会常常被排在后面，或者是说只有在后半段才会出来这样子。但是你明明就会觉得说，我也很努力啊，怎么就是没办法被看到？但是其实到最后就可能快要毕业了，老师其实就还是看得到你的努力，就有跟我说你其实进步蛮多的。那你的 Ariel 现在算是全职的舞者吗？现在嘛不算我现在是一般还有自己的正职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接活动表演的部分，对，然后还有啦啦队的部分。可以透露你的本职是什么？本职吗？就是我之前是待在科技业，然后就是我现在是有在自己家里的公司，就是我们家主要是做那种跟车的相关，所以主要是在会计啊或者是行销这部分。是几乎没有跟家里没有，我没有经营过。没有，对，我就是还蛮就是独立的，就是毕业之后都是靠自己。家里唯一有金援我的就是我毕业之后就是买一台车。在我们家里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在我们18岁都会提供一台车给我们。第一份工作是科技业，业务。对，业务。那个时候就是跑各大的电子科技厂，主要卖的就是耗材，可以从中我觉得就是看到蛮多科技的趋势，然后知道每一个科技厂不同的应用是什么，然后可以反映在股票上面。那你玩股票玩多久？其实也差不多1、2年吧。已经有第一桶金了吗？现在？应该有蛮多的，但不是完全都是靠这个投资啊，还有自己的所有的收入这样子。因为外形比较好，会不会跑业务上会比较有优势？对啊，会啊，因为大家会主动想要来跟你接近，就是想要认识你，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蛮快就变成 top sale。蛮快的，那个时候觉得就是好像没有自己达不到的，对。但是很多东西也不是说真的靠自己的优势就能达到，还是自己本身的努力也很重要。那你觉得啦啦队这个工作有没有最辛苦的地方？我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
跳舞都是蛮辛苦的，然后会很怕就是遇到那种可能会不会被吃豆腐啊，或是被占便宜啊。有化解过这种危机的经验。哦，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去商演表演，像尾牙、春酒，就是可能会遇到底下的来宾，就是他们可能不小心喝多了，如果太近距离或者是有肢体接触的话，我们就会就是把他的手拉开，这样就是假装就是拉他的手再挥手，对，但是其实就是控制他的手。那你从事表演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封号是自己蛮喜欢的？有，最近他们说我长得蛮像那个韩国的秀智。你喜欢吗？对啊，因为秀智很漂亮哎，就是竟然有这么荣幸可以获得一个小秀智的称号。对，可是以前大家是觉得我长得比较像 IU 这样啊，我也可能那个时候刚出来，就是可能长得比较青涩。那 Ariel 是哪一型的女孩子？我吗？我就是喜欢那种可以驾驭得了我的男生，然后我就会变成小鸟依人，就是会比较温柔体贴，对的那一种，我就会。撒娇的。对，我其实是可以撒娇的。啊，你不要生气啦，笑一个给我看，然后就这样。对，因为他就是看你这样好像蛮可爱的，他就会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对你生气。我觉得其实女生都可以学起来，就是这招蛮有用的。哪一个男明星比较类似的、贴近的理想？其实我之前都是只会要求男生要高跟 man， 我没有很要求外表，我就是喜欢比较有男子气概，然后比较霸气的男生。然后我以前是很喜欢那个杰森·史塔森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一出连续剧是《斗鱼》，里面的郭品超那个时候蛮帅的，我就蛮喜欢里面的郭品超。我其实比较着重男生的感觉，就是男生 man 不 man， 有没有肩膀，然后就是有没有魄力，这很重要。我是巨蟹座，就是我是巨蟹座，我是比较爱家，然后我会想要早一点就是买房子啊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早一点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我觉得，因为你很有目标。对，好像会，所以我也不是说，每个人跟我告白或喜欢我的，我就会很欣然的去接受，或者是给他们机会。我会希望他们也是可以跟我一样有这些想法的人，这样在一起，跟我在一起才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